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自助餐，嘛有上价的消费哦。有一个妈妈讲，查囝伫咧台中读册，伫附近的自助餐硬3项的青菜无肉，竟然要65块，感觉无合理。问头家安怎算钱，头家回讲，因就是有上价消费65块，因为因有提供着肉臊、小菜甲汤，不管现场食，或者是包顿去，拢免钱。 自助餐业者准备开店，无用炒菜串料，两只手无实行，卤好油鸡腿夹入去便当盒内底，搁较一汤匙仔咸菜脯，看起来美味死。 这间自助餐伫咧台中一中商圈学区内底，今仔日透早11点打开店，都真侪人客要来包便当。不过民众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因查囝硬3项菜有卤豆腐、高丽菜含青菜各白饭。头家强调菜价真贵，真歹势，阮有价销65块。佮讲有加汤、下当加鸡壳，不过价销比料算的搁较贵。菜都已经硬好，唔敢无买。民众认为这个便当无煮 菜65块，有影卖甲真贵。我预估大概50左右，50左右，就是青菜饭嘛。某民众认为物价标高，店家开店真侪支出拢是成本，唔敢若菜是咧开。店家为了成本的考虑，你不可能你卖出了1碗饭，然后你炒了这些菜，但是人家夹完之后。 你只花了30块。防止控价销爱收60块，店家行政较熟悉价销门槛。唔过嘛讲有真侪会当互你食便起。那天是冬瓜汤，我们那里有肉燥可以让你免费加，还有辣萝卜可以让你加。店家讲伫内底吃汤，互你啉甲饱，肉臊咸菜脯随在你卡，经营不成本爱掠，希望人客体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